恭喜愛做阿公咯，係唔係當歡喜？我咪講，也愛寫萬字，阿公寫長順，咁柔讓。生日呢，記得歡喜，我就歡喜。係呀，錯啦，阿公記得上拜做健康檢查係乜嘅時節嘛？我想一下。親像3年了。個阿公愛做檢查咧，以下滿65歲以上，當然都做得檢查一擺，衛生所立為大禮拜1、3、5，請做都有免費嘅成人健康檢查。請問檢查前要注意哪條事項？檢查前日安步。12點以後，莫食東西，檢查間隔清楚，讓莫食早，愛恐怖檢查。請問恐怖事件愛安裝係麼？係呀，你愛請阿公小口扭一下，檢查間隔清楚8點10分，就開始提供抽血服務，唔會半夜等太久。因為呢項健檢我哋愛抽血，除了基本嘅身體檢查、腦健康諮詢外，還有尿液檢查、肝功能、心功能、血糖、血液期、血尿檢查等等項目都會做到。好，謝謝你。